在地人在地前來看雲林大比的三結社區，有一大片的熱帶的水果園，種真濟無同品種的菠蘿蜜，或者新住民姊妹啊，會當來消透着思鄉的情懷，嘛打造出社區的特色。電視冰淇淋果，伊是大比三結社區的理事長黃乃芬。伊農場賣出是熱帶水果的聯合公。即陣我嘛唔知這種是啥，叫連名都唔知，就去 Google， 就知哦，原來它叫白氏，也叫冰淇淋果。然後知道它的特性以後，我就去開發它。有個菠蘿蜜，因為氣溫愈來愈高，帶動這熱帶水果佇台灣的生長比英國更較穩定。同時，黃乃芬佫專工為社區內底原住民栽新品種。來台灣多少年了？19年。以前美家沒很少人在種嘛，所以就有想吃就買不到。現在很多。這個熱帶水果園，員工是三結社區的寶，溫暖着新住民的心，嘛替社區創造新的商機。